來運到天下無敵，天生有種種有用。無論場地遠硬長與短途，同樣向前衝。難捱便有衝動，趁機表現，誰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強者稱霸，最強是我不怕痛。時來運到天下無敵，即使最終得個夢。無論成敗，最後能夠開懷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誰及我相信，幸福要問自己，不必強求運氣會贈送。再一次歡迎大家翻到嚟爆炸諗馬。咁喺開始之前啦，先同各位觀眾晒個冧先。正所謂做錯要認，打要企定啊。咁上一集咧，小弟喺講徐雨石馬房某一項數據嗰度咧，就有少少出錯。咁其實咧，徐雨石馬房咧喺咁多個練馬師之中，出馬數咧係第三少，就並唔係第二少。呢一點咧係需要作出更正嘅。咁喺進入今集嘅內容之前啦，都希望各位觀眾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又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啲咩意見嘅，都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等我作出改進。好，事不宜遲，進入今集嘅內容。咁今集嘅內容咧，相對前幾集咧就會短少少嘅。咁首先咧，我就會講色價杯嘅賽事啦，講講佢嘅結果同埋一啲賽後我自己嘅感想。咁其次咧就會講到金敏斯馬房嘅前瞻。咁呢一 part 咧就冇咗回顧㗎啦，因為咧金敏斯馬房咧今季先嚟香港開倉嘅啫。咁然後咧就將呢個配備小知識咧就改為父系血統嘅介紹。去到最後啦，就會講講下期嘅預告。先講到喺英國亞士谷舉行嘅色價杯賽事先。咁呢項賽事咧，其實喺上星期咧已經圓滿結束㗎啦。咁我哋香港隊咧亦都派出咗3名嘅代表，分別由何澤堯作為隊長率領，咁帶領我哋嘅隊員周俊樂同埋霍雲星咧去參戰今次嘅比賽嘅。而講到賽事結果嗰方面咧，就係由莫雅率領嘅英愛隊咧就後上奪冠，一共得到81分。咁而我哋香港隊咧都有好唔錯嘅表現，憑住2場嘅頭馬同埋多個嘅位置得到62分。咁而歐洲隊雖然同樣得到62分，但係相較於香港隊少1場頭馬，所以咧就屈居第3。咁而莫雅咧係事隔20年再次參賽呢個色價杯咧，亦都再贏得一次銀馬鞍獎嘅錦標。咁講完賽事嘅結果啦，咁我哋不妨回顧一下我哋香港隊嘅代表周俊樂點樣策騎呢隻火爆頭目，贏得呢項賽事嘅頭場先。9秒之後200零米程啦，前面金星豪傑壓過咗呢個鄭耀初，哇！但呢個時候火馬同埋中途逢馬過馬出邊上低有勇大寫中接近終點，周俊樂可以先拔頭籌啦。夜馬就係呢個火馬頭目，第2名金星豪傑啦，第3名就勇大寫中，第4名似乎係俊耀彩華。咁我哋從賽事嘅片段睇到啦，周俊樂咧喺最後200米啦，喺賽道嘅中央咧就一擁而上，過咗我哋香港隊另一位代表何澤堯策騎嘅金星豪傑咧就後上奪得呢場比賽嘅冠軍。咁而提及到周俊樂咧喺英國亞士谷色價杯嘅表現啦，咁初時咧其實喺海外嘅傳媒咧都認為周俊樂係12位騎師之中咧就實力排尾2嘅，但係佢用行動同埋實力證明俾全世界睇，佢真係識㗎，真係識騎馬㗎。咁咧海外嘅傳媒咧喺賽後咧都盛讚佢技驚四座啊，因為能夠喺英國亞士谷做到 first win 嘅騎師咧真係唔多，好多世界級騎師都做唔到呢個結果㗎。咁眾所周知啦，周俊樂今季喺香港嘅成績咧都可謂係突飛猛進㗎，而佢延續到今季嘅表現啊，飛到去英國亞士谷都能夠為香港隊爭光，咁真係話俾你聽，佢嘅前途無可限量啊！咁睇完周俊樂嘅表現啦，咁我哋又睇下另一位香港代表霍雲星點樣策騎勁舞巴黎幫香港隊再下一城啊！最後200米嘅時候啦，前邊嘅爆笑改編咧，似乎就過翻嘅隱世日時少少喎，中間上緊嚟勁舞巴黎個勢幾勁啊！後面啲3隻馬爭啦，勁舞巴黎就逼住爆笑改編，兩個馬好接近，香港隊係咪再贏一場啊？睇嚟係啦，勁舞巴黎贏爆笑改編第2，第3名上埋嚟咧，睇下會唔會隻山路啊！咁從賽事片段睇到啦，去到最後200米咧，霍雲星咧從內檔啦咁移出少少，移到中檔嘅位置，將莫雅策騎嘅爆笑改編，即係呢場嘅大熱門趕過，咁啊成功幫香港隊咧再贏多場嘅。咁都要讚翻霍雲星今場表現嘅發揮啊！咁因為咧佢策騎嘅呢匹勁舞巴黎咧喺比賽嘅初段咧都有少少搶口難留嘅，但係佢憑住出色嘅走位啦，成功攝入到去 box 位，跟住放頭馬啦，然後全程都不慌不忙啊！去到最後200米睇準時機咧，移出中檔咧，將天下第一高手莫雅所策騎嘅爆笑改編咧就趕過嘅。咁睇完2場咁精彩嘅賽事片段之後咧，其實我對於今次嘅賽事咧都有一個獨特嘅感想嘅。
咁當見到啦 Jerry 第一次喺呢個世界級嘅舞台咧，都能夠發光發亮，為香港隊爭取到頭馬啦。咁而雖然何澤堯未能夠交出頭馬，但係亦都拼盡全力啦，為香港隊爭取更好嘅分數啦。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其實香港賽馬會咧喺人才訓練上咧，真係可以話係世界級，係一個頂級嘅存在嚟㗎啦。首先佢係一個好完善嘅訓練系統啦，加上一個嚴格嘅篩選機制。雖然每一年咧都有唔同嘅新力軍去應徵呢個策騎員，咁其實咧馬會好嚴格咁從中挑選啦，好嗰一批會去到海外受訓，而相對較遜色嘅，亦都會給予佢唔同嘅工作，唔同範疇嘅工作啦，令到佢可以為馬會繼續效力。咁對於一啲回流翻嚟香港嘅騎師，即使佢哋喺陣上啦有犯錯啦，但係香港賽馬會咧亦都唔會停下腳步嘅，因為佢會提供一個改善課程，改善佢哋嘅騎姿、騎功等等嘅。加上咧馬會請人咧就不分男女嘅，咁唔單止係男騎師佢會請，女騎師亦都會請。咁我哋近年可以見到黃寶莉啦，之前嘅有蔣嘉琪啦，甚至近期嘅有袁幸堯啦，都係一啲唔錯嘅女騎師嚟嘅。咁講完式價杯啦，就進入下一個環節馬房前瞻。今日我哋會講到嘅係新嘅練馬師金敏斯。咁先講講佢嘅背景先。咁佢咧曾經擔任過呢個高多芬，即係藍營澳洲分部嘅首席練馬師。咁你睇佢張相啦，一睇就知非常之後生啊！佢今年先得38歲嘅咋。咁佢將會咧去沙田馬房嗰度開倉。咁暫時咧就有35匹賽區嘅。咁雖然佢暫時得35匹賽區，但係其實內部咧已經認購咗佢好多嘅倉位㗎啦。因為有唔少馬主都想將啲馬擺喺佢個倉度試一試嘅。我上一集都提及過，其實金敏斯咧係今季其中一個最早開操嘅馬房之一嚟嘅。咁睇翻佢倉入邊嘅賽區啊，幾乎每一隻咧都係唔同父系嘅。咁即係意味住，其實金敏斯想試下究竟邊一個父系更適合佢嘅訓練模式，邊一個父系咧更適合香港嘅賽道。而佢倉入邊嘅來頭馬咧，亦都好有潛力，好值得去發掘㗎。加上佢倉入邊咧年輕馬亦都好多，而昆士蘭打比冠軍天道好環咧，亦都答應會加盟佢嘅馬房嘅。咁講到金敏斯馬房來季最值得留意嘅馬匹咧，咁我首選咧就係呢隻確好勁啦。咁呢隻馬咧上季咧就喺文家良嗰度訓練嘅，咁而今季咧就嚟到金敏斯馬房啦。咁呢隻馬嚟香港嘅時候咧就高達80分嘅評分㗎。咁睇翻佢陣上嘅表現啦，其實佢嘅姜口咧都幾敏感㗎，但係重點係佢次次都輸得唔遠。而其中最印象深刻嘅一次咧就係輸俾明星馬極上沙龍，但係塞車都衝贏韋金主呢一場啊！大威馬入征之後直路啦，極上沙龍仲有少少嘅優勢啊！見到中間人心聲就開始追貼咗噶啦，外邊上嚟噶嘛，有哈羅威啦、韋金主啦，確好勁入邊冇位咧，要移翻出嚟外邊啊！最後200米到啦，極上沙龍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2個馬位啊，出邊追上嚟確好勁啦，中間仲有哈羅威、韋金主埋邊加應騎兵，贏馬嗰匹係極上沙龍。咁睇翻條片啦，其實隻馬入到直路之後咧，都一直塞車，轉線都轉咗2次、3次，第4次先走到去韋金主外邊嗰條跑線度衝，嗰陣時都剩翻唔夠200米，仲落後韋金主1個半身位度。咁最後咧都衝贏韋金主，證明呢隻馬如果改善到姜口嘅問題，來季應該有好多嘅上升空間嘅。而另一隻我覺得呢個馬房值得留意嘅馬咧，就係有形威馳啦。呢隻馬咧上季咧係喺方家柏馬房嗰度訓練，而今年咧亦都嚟到金敏斯馬房嘅。咁若果呢隻馬跑翻谷草1650米咧，我覺得大家係值得留意㗎，因為上季當呢隻馬仲係好自戀、好 BB 嗰陣時咧，就拍住巴道咧都追到過第2嘅。咁啊，加上啦，我個人認為咧，佢上季季尾跑咗幾場唔係好合適佢自己嘅路程，又跑咗呢個谷草1800啦、田草1800咁樣。其實我覺得佢首本路程應該係谷草1650至真嘅，咁所以咧來季如果報呢個路程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㗎。咁做翻個小總結啦，其實我覺得香港賽馬會咧請金敏斯翻嚟咧係有原因嘅。咁畢竟啦，香港有部分嘅練馬師咧年紀咧都開始漸大㗎啦，有部分亦都去到退休嘅年齡啦。咁所以咧請一個咁年輕嘅練馬師翻嚟咧係有助呢個新舊交替嘅。加上佢又幫藍營訓練過馬匹啦，佢有一定嘅練馬功力，係絕對有能力接班到香港賽馬嘅未來嘅。而佢本人啦，對於一啲練馬設備咧，亦都好講求質素，好講求全面性啦。而香港賽馬會咧，亦都可以提供到俾佢。咁所以希望啦，喺未來嘅日子咧，金敏斯可以喺香港創一番事業啦。咁講咗3集嘅配備小知識啦，咁今日就轉一轉啦，講下父系血統。咁今日就講下呢隻露營友啦。
咁其實露營友嘅爸爸咧都係一隻好出色嘅種馬嚟㗎，就係盡善盡美。咁但係由於盡善盡美咧年事已高啦，咁都需要馬去接班㗎嘛，就請到呢隻露營友。咁佢咧都係嚟自澳洲嘅，喺2020年咧佢係全球最高評分嘅短途馬，而佢配出嚟嘅馬咧多數都比較早熟，而且都係跑短途為主嘅。咁而喺香港啦，最出色嘅咧就有超和平，咁3出都有2勝㗎。另一隻咧就係長勝英區啦，咁上季季尾咧都曾經跑獲接近嘅名次。咁而剛才提及嘅新嘅練馬師啦，金敏師嗰度咧都有一隻就叫做光光彩彩，大家都可以留意下㗎。咁而下集嘅預告就會講到佢啊，貴福特馬房。再一次嚟到最尾啦，如果大家覺得我今集都講得好嘅，不妨 like 同 subscribe， 又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咩意見嘅，都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等我可以越做越好。今集時間就係咁多啦，下集再見，拜拜。